不論咧係服務狀態、二樓嘅環境，定係彌漫喺空氣中嘅油煙味，都喺度咧敦促緊我哋嗱臨食完即刻走。呢餐2個人合共消費330。大家好，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莊連 Theo。今日咧其實係嚟圓夢嘅鐵板燒經。因為上次嚟嗰陣咧要等位，我哋咧果斷放棄。今日咧7點半到店，1樓嘅吧台咧仲有2-3個位噶，但我哋咧就被店員直接指引上咗2樓。映入眼簾嘅咧，除咗呢一大盒嘅積物啊，仲有散亂分佈嘅各種雜物。1樓嘅客人咧都係用日語喺度交流噶，睇嚟咧呢間店都係幾受日本人青睞噶。中日雙語嘅菜單咧就黐喺牆上面。本來諗住咧試一試呢個可以自己喐手嘅自製章魚小丸子，但由於數量太多啦，被大佬制止咗。幫我哋落單嘅店員咧全程面無表情噶，幫我哋放置好餐具之後咧，只係咧好機械式咁企埋一邊等我哋落單。得知咧我哋唔點任何酒水之後咧，先主動提供個冰水、芝士土豆餅。以一個咧我從來都未想象過嘅狀態呈現㗎，遠睇啊仲有啲似蛋角添。外圈嘅焦化層咧其實係芝士嚟㗎，鹹香酥脆，仲透住唔錯嘅奶香感添。入邊包裹住嘅咧係撈咗沙律醬嘅薯仔絲，加熱之後嘅薯仔絲嘅口感咧係無限接近於啱啱出爐嘅炸薯條㗎，就係嗰種放喺嘴入邊咧會融化嘅感覺啊！呢道餸咧都幾有意思㗎，值得一試。豚平燒。自從咧冇去美團之後咧，就好耐都冇食過呢道餸啦。所謂豚平燒，其實咧係一道源自於日本關西地區嘅經典家庭料理。對我嚟講咧，佢其實咧有啲似係一個撒咗紫菜粉同埋木魚花，淋埋呢個大阪燒醬汁同埋美乃滋嘅大馬煎蛋餃。不同之處咧就係在於入邊嘅豬肉咧係先翻炒並加入咗捲心菜同埋其他餡料噶，咁樣嘅好處咧就係可以控制好蛋皮嘅熟度啦，唔會過老，保證咗口感上面嘅嫩滑。呢度嘅出品咧中規中矩啦，如果要試嘅話，我會建議大家咧去試試加入咗芝士噶，層次同罪惡感咧都會增加噶。鐵板燒牛舌，由於大佬唔食蔥，於是咧就將原本墊底嘅洋蔥換成咗菠菜。牛舌咧被改刀成咗長條狀，並且咧解幾刀噶，有啲咧腰花嘅既視感，熟到冇10成都有9成噶，口感上咧唔嫩亦都唔硬，就係簡單嘅黑胡椒、油鹽調味，油嘅用量有啲多噶。牛舌自身奶香並唔重。自家製漢堡。估計咧係冇熟度可揀噶，因為落單嗰陣咧，小姐姐咧並冇問我要啲咩熟度噶，成品咧係全熟噶，整體偏瘦，食起身咧有啲瘦肉渣嘅感覺，入邊嘅洋蔥含量好鬼高噶，表面嘅醬汁咧應該係帶有少少酸味嘅和風洋蔥汁，睇住呢一嚿68蚊嘅全熟漢堡肉，會令我更加珍惜啊 Hikiniku Tokome 38蚊嘅嗰一嚿鬆軟爆汁且冇肉渣感嘅全熟漢堡肉。蝦大阪燒。寫牆上菜單嘅人咧，估計咧冇乜點用心噶，居然咧將大阪燒寫成咗大阪燒啊，就好似將北京烤鴨寫成咗北京烤鴨咁樣，惹人發笑啊！所謂大阪燒，其實基礎材料咧都係山藥藝、雞蛋、捲心菜，而呢個蝦嘅大阪燒嘅蝦咧真係有啲珍貴啦。調味上其實同前面嘅豚平燒差別唔大噶，表面係呢個大阪燒醬、美乃滋、紫菜粉同埋木魚花。呢度嘅大阪燒算唔上好食噶，對應呢個價格咧，我其實更期待咧佢會係一個用高湯嚟製作麵糊，並且加入埋呢個天婦羅花嘅大阪燒啊！呢餐2個人合共消費330。有一句講句，除咗臨走嘅嗰一刻，聽到嗰句伴隨住鞠躬嘅阿里加多個 Shimaster， 感受到咗好日式嘅服務之外，整體嘅體驗咧都有啲失望㗎。不論咧係服務狀態、2樓嘅環境，定係彌漫喺空氣中嘅油煙味，都喺度咧敦促緊我哋嗱臨食完即刻走。縱觀呢度嘅菜單，其實咧真係幾犀利㗎。原材料咧基本都係嗰幾款嘅啫，只係咧玩起咗排列組合，對應呢個價格同埋料理水平咧，我估咧應該就冇下一次㗎啦。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人生積極，好嗎？